做人在哪天发？你懂无限啊？无限天发就唔是肥嘿。也唔记得啦。迄唔迄动脑奶啊？拜托，唔坚持下去好无？传香火有动多办法，做得领养，做得借腹生子啊！这么爱可以跟马家做。爸爸妈妈为马家爱做本家就马家，安尼真简单，错吗？空前见面太巧的人，冇很多闲时间。今日恩爱结婚恭喜你，爱做结婚恭喜你啊！任务完成，生日恭喜。你做来向爱自家做。恭喜你又唔系偶然，想恭就恭，还恭唔出来咧。伊也做嘅就生冇問題嘅，唔係捱嘅。那用講對什麼人都冇公平呢？迄個也係影響到家人生、家庭呢，唔用按指示啊！好嘅人嘅，巧嘅唔好做呢。嗌人結婚，人講來。陳冠不點咧，係冇要發生嘛？冇，嗌係講認真嘅，嗌真件做嘅，嗌真件做嘅，唔做嘅嗌就做嘅。我嗌講下嚟就做唔得啦，好啦，唔可以講啦。嗌就做唔咩？哦，拜託冇啦，阿媽佢做冇同講，嗌真件做嘅，嗌係認真嘅。好啦，嗌真件做嘅，好冇？挠，讨厌，唔係當腦癌，做乜嘅無愛同癌上加悶？唔係當腦癌，做乜嘅無愛同癌上加悶？唔係當腦癌，做乜嘅無愛同癌上加悶？你是不是很討厭我？為什麼不和我打招呼？你是不是很討厭我？為什麼不和我打招呼？你是不是很討厭我？為什麼不和我打招呼？傳香火，傳香火，傳香火。傳宗接代，傳宗接代，傳宗接代。頭擺嘅年代，傳香火係當重要嘅概念。頭擺嘅年代，傳香火係當重要嘅概念。頭擺嘅年代，傳香火係當重要嘅概念。從前的年代，傳宗接代是很重要的觀念。從前的年代，傳宗接代是很重要的觀念。從前的年代，傳宗接代是很重要的觀念。抗戰，抗戰，抗戰，抗爭。抗爭，抗爭。公司嘅要求無合理，田工業大家愛去抗爭。公司嘅要求無合理，田工業大家愛去抗爭。公司嘅要求無合理，田工業大家愛去抗爭。公司的要求不合理，明天大家要去抗爭。公司的